有毒品贩仔利用生技公司的名义，甲台东大学租一间实验室，这时间有3年遐长。讲是要开发新药啊，想袂到因是伫咧研究讲这毒品要安怎做。也若是因为伫咧去年3月无细力造成火灾，才互检警发现讲因是伫咧做毒品。入面这群人是刷收继续伫咧做这毒品。总是这10千界牌，检警已经抓到这12名的毒贩仔，也查到这毒品原料，想袂到这原料做落会当做300公斤的气啊！阵阵乌烟呛天顶，外壁烧到乌麻麻，消防人员赶紧拍火。去年3月，台东大学突然烧起来导火点伫三合合作实验室，火调到场采验，发现毒品的残留，检警展开秘密调查。警察，来到。到伫火警发生了后，合作厂商无要合作，都惊代志变空，北中南另外找据点。检警看时机成熟，分几下路逮捕生意中主嫌等12人，查获满满毒化合品。干那靠岸的毒品身躯原料林酮就有3.2吨，万一这一度完成，会当产出300公斤的凯他命，换算起来达到4.5亿。投资了超过新台币4000万元，从大陆进口毒品原料以及设备。那实际上呢，在里面研发制毒技术，制造毒品，查获了12名犯嫌到案。那其中里面有2名是制毒师傅，2名帮派成员。行伫上头前的就是不法集团主嫌，有化工背景的姓钟查某人，是某医药生技负责人，说三合合作实验室，为逐个月4万租金，后来扩大承租，逐个月爱付16万。加做开发新药，用合法暗合非法的方法研究制毒技术，花3年时间，也毋过好好算拢唔知影。学校会定期跟不定期会到他们的实验室去访视，都没有闻到一些比较刺鼻、比较特殊的味道。哦，那他也告诉我们说，他们只是一个基础药品的一个研发。哦，所以我们就没有特别去，就没看到这样的问题。好好回应，对厂商合作拢有一套审查 SOP， 进入了后也会进行封视。只是这摆遭到不法集团利用，就算清查过了后，双方无签订政府三合案，也过好好也强调，将来会加强相关监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